来到多家司所工作室，每一位妇女各自分工，有剪布、有设计、有裁缝等等。不过合作起来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纯手工品。过去拢讲女工，但伫遮每一位拢是设计师，参照秀轩的运用在地掠鱼的网仔，加保证废弃的布料，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手提包，甚至摕下金质奖的肯定。其中渔网的台语拄好是希望用经纶来提升自我的美好。配色方面，我就觉得我的功力有变深了。对啊，以前都是配啊，我们配的是比较保守的颜色嘛，哈。那有时候配的想要让它稍微跳脱一下，就觉得比较大胆。大胆的话又自己没有信心，怕说这样会不会配的太有点离谱了，或者是太看起来人家说的北腿就对了。以往就是希望啊，每天都有希望啊，小希望包就小希望，大希望包就大希望哎。国庆期间，已经打造出各期手工商品的阿嬷已经77岁，每一天拢是上早来，用24岁的做裁缝的功力来继续奉献，相当快乐。看到这里的东西也很快乐啦，做起来很漂亮嘛现在觉得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我也很高兴啦，看到它也是看到我在成长啊，因为我这么老了还可以有工作，不是很好吗？多多少少又有第三人生的开始。虽然每一位来这的妇女有无同的困难甲奋斗的故事，不过因共同的目标就是自我实践，嘛好定天伫店内这各式各样的手工创作，不只是商品，也是加一份情感甲价值。多家司所它其实就是虽然你看到的这些包包都是包包，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单纯，我们卖的不是这个包包，而是我们卖的是它的价值。其实你买这个包包，它其实可以衍生很多的价值，包含你可以帮助这些妈妈，让他们有能力的提升，甚至你可以帮助到协会，帮助这些孩子的教育的工作。那甚至是你可以满足自己喜欢的，觉得自己买这个东西更有意义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多家司所里面，我们最想传达的一个就是让消费更有意义的消费文化。因为这个妈妈不要有需要关心的弱势囝儿，所以主要从事课后辅导义恩关怀协会。2019年申请通过多家社会企业社。2020年7月，这个新的电视馆正式开幕，将现有的资源来自力更生，不是伸手无看来做公益。你越是欣赏每一个产品，也就是多多欣赏每一个妇女的才能，以及让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让更多获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欣赏，能够透过购买产品也再来实行社会公益，也能够来帮助义恩关怀协会的孩子，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环境，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，能够被照顾着，能够被扶持着，以及让他们能够稳定的成长。开幕半当来，因虽然4月摆单位，不过伫设备、材料甲租金成本等负担，经营也是负成长。但对因乐观的笑容，会当看出因学习圣经人物多加精神，互基督人民透过咱的手去帮助别人，坚持团队看见需要来创造机会。台南新闻管及林银光采访报道。